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何媽講經，我係何媽。今集行為的秘密嘅主題係耐性。缺乏耐性唔可以等待嘅小朋友，將來冇咁容易成功。講到耐性呢，就不得不提到棉花糖實驗之父沃爾特米歇爾喺1960年代嘅實驗。個實驗操作呢就係咁嘅，實驗人員就會俾小朋友一粒棉花糖，亦都俾佢一個選擇。如果而家食嘅話，只可以食一粒；但係如果你等一陣先食嘅話，就可以有兩粒。結果個小朋友會點樣做呢？呢一個選擇對佢日後嘅發展又有啲咩啟示啊？經過長期研究發現，自我控制嘅機制同掌握呢個機制嘅秘訣。並證明咗延遲享受嘅能力係追求成功人生嘅重要關鍵。好神奇嘅嘢就係根據呢個測試嘅結果，可以預測當事人日後喺學術能力測驗嘅成績，亦都可以反映到佢將來係咪可以表現出更好嘅社交同認知功能。亦都可以反映到佢將來會唔會擁有更加健康嘅生活方式，同埋可唔可以感受到較高嘅自我價值。重點嚟啦，咁意志力係咪天生嘅呢？可唔可以經由後天培養啊？從呢位棉花糖實驗之父嘅研究指出，無論小朋友定大人啊，自我控制都係可以培養嘅。可以行使自我控制，先可以擁有真正嘅選擇。現代科學傳達嘅重要教訓係，我哋嘅命運並非完全係由基因決定。喺媽媽嘅子宮入面，其實只係寫好1/10嘅劇本。人類大腦嘅構造比原先想象嘅更具可塑性啊！所以我哋可以決定自己係點樣生活，積極咁樣塑造自己嘅命運。好多人都講3歲定終生，但係真係大錯特錯啊！其實後天比先天更加重要，而呢樣嘢都係作者出版呢本書嘅重要目的。小朋友欠缺耐性，冇辦法等待，久而久之呢，就會養成咗中意發脾氣呢個壞習慣，逐漸變成咗情緒嘅小霸王啊！呢一課內容，作者同大家分享咗缺乏耐性嘅5大訓練法。最重要當然係同小朋友嘅溝通，培養佢哋延遲滿足嘅能力啦。我話唔得就唔得，呢一套行唔通噶啦。想學下點樣訓練，又同何媽一齊去學下嘢。第一個訓練就係仿效棉花糖實驗嘅訓練法。當佢哋想買一樣嘢扭計嘅時候，可以試下俾佢哋揀。如果佢哋肯延遲1個星期先買嘅話，試下加碼俾佢，以示獎勵佢嘅等待。利用時間上嘅延遲，逐漸咁樣訓練佢哋嘅忍耐力。小朋友更可能喺等待嘅過程當中，發現自己並唔係咁想要嗰樣嘢嘅啫。第二個就係做思考嘅訓練啦。咁好多時帶佢哋出街，面對街咁多嘅誘惑，小朋友見到咩都想要噶啦。當佢哋突然見到想要嘅嘢嗰陣，試下唔好一口去拒絕佢哋，同佢哋講：我聽到你想要嘅，不過呢樣嘢又唔係喺我哋今次嘅計劃入面喎。我哋不如返去試下討論下，要儲幾多個印仔，又或者要儲幾多錢先可以買，幾時買等等，俾小朋友有適切嘅期待，引導佢哋作進一步嘅思考。思考完咯，係時候訓練佢哋表達方式啦。試下引導佢哋好好講出自己想要嘅嘢，用恰當嘅方式去表達佢想要啲乜嘢，而唔係哭鬧啊、發脾氣等等。冷靜理性地同佢哋解釋下。如果你想要每一樣嘢嘅時候，都係用一哭二鬧三上吊呢個方式嚟訴求呢，得唔到之餘又浪費時間，最終爸爸媽媽只係見到發脾氣嘅你，唔好嘅你，而唔會記得你想要啲乜嘢噶。所以我哋先鼓勵你要好好咁講，慢慢講，目的都係為咗想好好聽清楚你嘅需求，你想要啲乜嘢。第4個就係緩和衝動嘅訓練啦。有研究表示呢，坐喺度嘅情緒其實係會比企喺度緩和一啲嘅。
咁當小朋友情緒好高漲嘅時候，大吵大鬧嗰陣，我哋都試下揾個地方同佢坐低先，叫佢飲啖水又好，深呼吸又好，用更冷靜嘅態度同佢講嘢。河媽經常會提自己，當佢越激動，我就要越冷靜，以柔制剛，以慢打快，太極咁就啱噶啦。提一提上一次嘅成功例子，俾適當嘅空間同時間佢冷靜一下，緩和佢哋激動同衝動嘅情緒。當然，如果佢哋係出現過激嘅行為，例如打人啊、打自己啊、破壞周圍嘅嘢等等，咁就要即刻制止咗先。最後一個訓練呢，就係時間嘅訓練啦。小朋友嘅時間觀念可能仲未發展得好成熟，所以會擔心佢根本就等唔到自己想要嘅嘢，又或者達唔到佢嘅目標。爸爸媽媽可以用更具體嘅方式去取代等一陣啊，等陣間先啦。例如媽媽嘅等一陣就係要你由1數到100，又或者係可以播完一首乜嘢嘅歌。而如果你有等忍耐唔亂發脾氣嘅，媽媽一定講得出做得到，萬事有商量，好好咁樣同你討論。當然啦，我哋自己都要真係講得出做得到，做個好榜樣，唔係又點令佢哋信服呢？耶，又完成一集啦！最近河媽真係忙到癲咗啊，不停需要返工之餘，仲要加上病。做呢一集之前，我係打贏咗起碼1000隻腦裏面嘅魔鬼，同埋經歷咗800次嘅掙扎。雖則話要堅持做一樣嘢，真係要好好努力，但係有時堅持真係唔係咁容易噶。所以如果大家同河媽一樣都係堅持緊做一個目標嘅話，河媽喺呢度同你哋並肩作戰緊噶，唔好放棄啊！我哋一齊繼續努力，下個星期一同樣時間繼續同大家河媽講經，堅持落去啊！拜拜。